新疆乡里。不来吃了啊，不晓得阿弟。哎，秋家，啥么子地家？虎门外高的阿克做饼糕啊！你眼睛带干了嘿哇？甚至个闲话谁是最敢指？虎门外高买饼糕个地方单只，一定谁欣赏，但是旁边谁是烂了干呀？那个饼糕还上不家？没有问题。10块洋钿3斤。毛5张。你吃了我们半个苹果就买5个呀？你看人家都10斤一买，要不就是拎个礼盒，45元7斤，不要太合算啊。我是毛拨你孙子吃的，自家是不舍得吃的。啊，你不吃水果的？罗大佑免费品尝，我买罗大猪。一是你楼下头有一种阿克苏饼糕，我要付一单来一单来。谁毛5张？7块2块洋钿，臭死他！姐姐，你个老彩女呀，你还要到个亚洲去啊？打工差点呀，打不这个啊！哦哟，下趟再来，真的当我印彩票的。这一次外加一转弯，马路小丹东，谁是曾经的虎门工人将？2500年之前，越国的军队谁是从虎门打进苏州城，沧海桑田，对走新西，江浙沪来者融为一体。可惜新的裂缝也绑开来着。事业单位退休的人搭企业单位退休的人，但是这个距离啊，一拉一开，鸿沟一挖一深，退休工资一发，马上变成2个世界的人。你多吃1顿，我一分3顿吃。哎哟，也来着，退休工资3800，一年天不高，一年天太阳发到3，听到了耳朵瓜里烂起呀起来着。没办法，我要是退休工资前里高个1，带成披萨发放一个。